台语活动是哪来哪多元哦？有台语团体伫咧新北举办2天1暝的台语录影活动，这届拢总有34个台语家庭报名参加。有人专工对宜兰、新竹，甚至是对台中上北来参加。有家长是表示，希望会当创造愈侪含囡仔通自然讲台语、学台语的环境。 母鸡团体台语路举办2天1暝录影活动，这就是为着要替这大小朋友打造一个全台语的母鸡环境。这囡仔台语是拢讲甲写叫，任何甲录影相关的台语词拢可以袂到。跳蚤、老鼠、塞车。 母鸡团体表示，台语录影活动原先是2年举办一届，为着要考较侪台语家庭加入，互囡仔有环境通讲台语。因希望未来会当改做1年办一届。这届活动拢总有34个台语家庭，140个人参加，而且上远是专工对台中和新竹过来的台语家庭。阮就是有想要会使一档会当互台语家庭做伙交流。 咱台语路的台语家庭的课啊，阮嘛是爱继续就是维持安尼，互阮会当搁较壮大啊，互影响较侪家庭。我在加糖，你加糖，你搁抓糖？因为迄个大自然的糖拢足高水的。现场要安排台语乐团斗阵唱台语囡仔歌，每一个囡仔拢唱甲真大声、真古锥。暗时嘛安排风风市啊，各样的好食物和游戏拢是父母和囡仔斗阵设计的。母语家庭也希望会当有愈侪类似的活动，创造愈侪互囡仔讲母语、学母语的环境。记者戴阿选、谢桂玲、新北报道。